今日晏晝有 CS 直播啊！夏之蛙咧，你好，早晨。HK 啊，你好。張 PP 你好。Vlog QQ 你好。中心你好。早晨，我係元朗早餐 KOL， 歡迎大家返到嚟元朗早餐環節。今日我哋會食茶餐廳。請大路。今日星期五，我哋稍後時間下晝會去亞洲博覽館出席一年一度，唔係一年一度，係歷史性香港首個大型電競賽事 CS Blast.TV Hong Kong。第一場將會有魚腩隊上演，由美國，好似係美國，唔知叫咩？有冇人講下嗰隊嘢叫咩啊？有冇人知第一場係叫咩啊？李燦森你好，貪心黑狗你好，媽咪麵你好 ，Cam Van 你好，老火師18號多謝支援特務，啱晒我。咩嚟㗎 ？game 嚟㗎？有冇食得閒飲茶？李燦森喺邊度？李安立早晨，黃子軒你好 ，How FP 你好，好，我係元朗早餐 KOL， 今日嚟到元朗安興街足球場。咁通常咧，元朗嘅足球聯賽都會喺呢度踢嘅，有啲比賽都會喺呢邊踢嘅。咁再前面咧見到咧有棟嘢突咗出嚟咧，就係呢個元朗新嘅圖書館，係咪圖書館啊？因為元朗有2個圖書館嘅，咁呢個就係新嘅圖書館。呢條安興街咧就係工程街嚟嘅，咁你見到有啲冷氣工程啦，或者有啲車房啦、五金鋪啦，咁啲雪糕筒咧又俾佢哋劃晒，就係俾啲車咧換胎用嘅，做生意。抄牌聖地都算係嘅。因為我喺度食嘢，我都會拍呢度嘅。咁我早幾日咧就幫人入標，嗰次咧就係喺呢度啦。喂，呢度有間寶寶廚屋，未聽過，要唔要 𥄫 下？呢間嘢轉手咗超過10次，即係呢個位。右邊有早餐。切菜位，沙爹牛麵。香港食早餐呢，都係一式一樣嘅，一個有餸嘅麵啦，跟住加2個餸啦，跟住加塊方包啦，再加杯嘢飲。澳門咧係會將佢拆開咗，澳門就一係得麵，一係得包。畫面力，我睇下先。冇事啊！榮仔64個月，多謝支持。咁撚牛逼64個月，多謝榮仔。喂，好多人。出邊收晒。
哦，出邊唔俾坐而家。變咗坐車仔面嘅位。哇，正喎呢度！沙爹牛面啦，好啊，仲有兩個款餸。腸仔煎蛋、沙爹牛面腸有咩啊？凍檸茶少甜啦，爽面唔該。好啊。有吉列魚柳，唔該。你呢個下午茶嚟嘅。呢度咯，如果你係呢個。好啊好啊。你要炒蛋定煎蛋啊？有冇奄列㗎？呢個冇。我炒蛋啊。好啊，有咩小姐？熱朱古力。好啊。想要多漢底多士。好啊，你要薄多定厚多？薄多。好啊。Thank you。好。早晨。自然光喎你。係打燈。我第一次喺呢度食咯，即係第一次喺呢邊。係呢個鋪位。係。頭先咧，平時就喺出邊坐嗰個出邊嗰啲位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佢出邊嗰啲位咧就冚晒。可能你嗰啲食物頭先。因為2年冇食啦，寶記。有喎。所以咧就試下佢轉咗位咯。寶記。你去食麗新。係。麗新唔可以直播。麗新咧係元朗最好食嘅早餐。但係咧，因為老闆娘咧認得我，同埋咧入邊咧好多人搭台，又唔可以大聲講嘢，會俾人聽到。所以咧，如果要老直嘅話咧，我就唔會去麗新食早餐。通常麗新都係要搭台咯，即係我哋坐一邊，跟住對面都會有2個人咁樣。滿晒。係好逼㗎，即係啲嘢食已經係冇位放咯。佢自己鋪頭，跟住坐到好悶。係胡鬚佬都係人生贏家，每日都去沖埋自己鋪，跟住咁樣。胡鬚佬沖咗10年啦，10好正。年都係喺度播自己啲音樂，跟住喺度做水吧咯。係。煎下腸啊，煎下蛋啊，係。沖下嘢飲啊，焗下菠蘿油啊。佢又唔請人做喎，佢要自己做喎。嗰個係咪佢老婆嚟嘅？短頭髮。梗係啦。好正咯，即係兩公婆日日都一齊。嗰個咪豉油婆咯，拎下。係喎。有咩問題呢？佢信號唔好咧。壽司郎早2日都遇到呢個問題喎，我想講。佢喺日本嗰陣。係啊。哇！嗰日仲係緊嘢咯，我哋嗰日仲喺澳門，而家已經喺香港。可能呢個 Birdy 網絡公司唔係好得。有嘢食啦已經。好啊，原來。原來馬上已經有嘢食各位兄弟，快過我嘔。安師傅你好。沙爹牛面、腸仔煎蛋，你飲咩啊？熱豬。咁香嘅，食下啲爽面先。佢啲沙爹牛好似好 juicy。好㗎。
係喎，窒窒下喎，重開一次先。